Hello，第一個組別嘅朋友仔，你哋好，我哋抽出咗一張卡。I'm so attracted to you. I'm so attracted to you. 即係話今日嘅信息俾你，有人暗戀緊你，亦或者你有個男朋友，佢覺得你好吸引，好有魅力。你好吸引佢嘅目光，佢今日全日都會諗住你。如果你係名人明星嘅話，就係你嘅粉絲覺得你好吸引，好有魅力。而家你睇多啲塔羅牌，組別一嘅朋友仔，組別一嘅朋友，第一張係 Six of Cups 正位牌，第二張係 The Strength 逆位牌，第三張係 Knight of Swords 正位牌。你哋有好深嘅感情，好多嘅感情，可能拍咗拖已經有4至5年以上啦。但你哋拍拖嘅時候都完全冇壓力，唔會俾有任何壓力俾對方，而且呢一段感情係可以開花結果嘅，係會結到婚嘅。你而家就朝住呢個朝住呢一樣目光去衝過去睇下，好似衝過去想同對方結婚，訂婚之後就會結婚，跟住睇下結咗婚之後嘅生活係點樣嘅同對方。如果你係關於你係一個名人、一個明星嘅話，呢啲就係你嘅粉絲對你嘅感情，俾你嘅擁戴。佢哋好鍾意你唱舊嘅歌，有啲懷舊嘅，而且係輕鬆嘅，而且係比較輕鬆嘅歌啦，冇乜太 happy 嘅歌。佢哋希望借住聽你嘅舊歌，可以聰明啲，聽住你嘅音樂，你嘅歌詞，一點一滴去 apply 返佢哋想借住你唱嘅歌，一點一滴唱嘅每一句歌詞，去聽懷舊嘅歌，去得到一啲資訊，
去得到一啲啟發同埋智慧，apply 返俾佢哋日常生活之中。呢度就係第一組嘅卡啦，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第二個組別嘅朋友，你哋好，我抽出咗呢一張牌。I knew exactly what I was doing。呢度可以解代表你諗緊嗰個人啦，同埋或者你自己啦。我完全知道自己之前係做緊啲乜嘢，exactly 知道自己係做緊啲咩。我見到應該你同其他人與人之間嘅關係有啲衝突啦，然後對方想同你講，我知道自己做緊啲咩，完全佢明白到有啲咩後果，所以佢先會咁樣做。而家你嚟睇下多啲塔羅牌啦。第二個組別嘅朋友，第二個組別嘅朋友，第二個組別嘅朋友就第二個組別嘅。先講講呢度先，我哋得出咗 Six of Swords 逆位牌，跟住係 Two of Swords 逆位牌， Queen of Cups 正位牌， Nine of Pentacles 逆位牌， Ten of Pentacles 逆位牌。我呢度見到啲你可能會問上司升職加薪如何，為咗啲錢啦，因為可能有啲唔夠使，亦都嫌個人工太低啦，俾唔到太多嘢你，但你依然唔會離開呢間公司，因為呢間公司對你嚟講好有感情，唔想離開佢，唔想離開佢，唔想轉公司。而家同你講一樣嘢，就係你將會好順利得到啲錢，順風順水。唔好諗咁多就得㗎啦。我見到你有啲焦慮，亦都未去到病嘅，係多愁善感，鍾意有時會有啲唔開心，但唔知點樣做。你係我見到將來啦，呢一張就係將來嘅牌，會轉返做正位牌，即係有你嘅好多嘅錢啦，有家庭啦，有事業啦，等等，所以唔需要太擔心。目前為止，
呢度就係組別2嘅牌啦，我哋下條片再見。3個組別嘅朋友，我抽出2張 Hidden Truth 嘅牌，係講緊啲人哋嘅心底話。呢個 The Hidden Truth Oracle。第一張係 It was my fault, but I blamed you。I'm becoming a better version of I am becoming a better person。呢度解法可以係對方啦，亦都可以話係自己啦，可以成為一個更好嘅自己。佢話之前係佢嘅錯，但係我怪責咗你，好對唔住。我而家會變成一個更好嘅人，唔會卸膊。可以apply喺你嘅工作場合啦，愛情方面啦，愛情方面都可以講緊你嘅伴侶啦，可能打過你或者怪責過你，點解怪責過你一啲事啦？但係其實佢 realize 佢意識到係自己嘅錯，所以而家可以去想改正自己，為咗你去改變成個自己。我哋睇多少少塔羅牌，組別3嘅朋友。組別3嘅朋友仔，你哋好。組別3嘅朋友，組別3嘅朋友，組別3嘅。好，第一張牌 The Chariot 正位牌，第二張牌 The Tower 逆位牌，第三張 Ten of Swords 正位牌，Two of Pentacles 正位牌，Seven of Wands 正位牌。我睇到過去嘅能量，你係關於一啲好重大嘅事，可能你工作中係一個大嘅 project， 同人相處之間有啲矛盾，有啲衝突，但而家係一個全新嘅開始。因為對方有同你講 sorry， 佢又同你講對唔住，好抱歉，點解會咁樣對你？所以而家你係盡量去平衡自己嘅內心，平衡自己嘅身心靈，等佢平穩啲，安定啲。
你會有啲頭緒，今日會諗到有啲頭緒，點樣再同對方相處？你嘅工作伙伴啦，你嘅同事啦，你嘅愛人啦，即係你嘅伴侶。呢度就係咁多俾第三個組別嘅朋友仔。我哋下條片再見。呢度組別4嘅朋友仔你好，我抽出咗一張 Hidden Truth Oracle card。I am not available， 即係話我唔得閒。你諗緊一個人，你諗緊嘅嗰個人，佢同你講唔想你哋，佢需要有啲空間。目前為止，佢需要想自己靜一靜，有空間，去下海邊，接觸下大自然，坐喺棵樹嘅下面，飲杯咖啡，靜落嚟 relax 下。Wild down。好啦，我哋而家睇多啲塔羅牌。嚟緊呢個第4個組別，第4個組別嘅朋友仔抽出。嚟緊第4個組別抽出嘅牌有啲咩？OK， 有 Five of Swords 正位牌， Page of Cups 逆位牌， Six of Pentacles 正位牌。呢樣嘢可能係講緊你自己或者對方。如果自己嘅話，一係你恰人，一係人哋欺負你，但係完咗啦，呢件事係完咗。雖然你哋吵咗一場大交啦，但係你哋嘅友情、你哋嘅感情都好深厚，所以會原諒對方嘅。亦都即係話講，如果你擺幾多時間入去你嘅感情裏面，人哋就會俾翻幾多嘢你。你放啲咩喺個感情度，係收翻啲乜嘢咯？付出同收穫成正比。其實你哋鬧咗咁耐，亦都可能係因為覺得啲嘢唔太公平，所以要幫自己爭取下，有機會係咁。呢度就係第4組嘅塔羅卡啦，我哋下條片再見。如果 like 條片嘅話，就 like and share, comment and follow my Instagram page. 拜拜。